屬鼠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要有心理準備。12生肖之中咧，你係變化最多，因為犯太歲之中你係沖太歲啊，所以咧就唔穩定嘅。無論係事業運、愛情運，甚至乎係財運都係起落比較大嘅喎。所以今年如果本身有計劃去變化嘅話，反而係好嘅。如果本身冇計劃去變化，就會有啲突如其來嘅變化啦。譬如冇大嘅喜事沖起，結婚、添丁或者買樓嘅話咧，今年動盪少少㗎。打算結婚嘅朋友都要小心啲，就係當你結婚呢個過程入邊，可能都會大家鬧交㗎喎。冇打算結婚，又或者身邊已經有固定嘅男女朋友咧，今年係一個所謂關口年，容易分手嘅年份㗎。咁今年我哋都有吉星，有唐符星，其實財運算係唔錯嘅。另外仲有天廚星，係一個飲飲食食嘅星，好多朋友同你聚會喎。唯一就係有歲破，歲破係代表住得罪人啦。兼且嚟講有大號星，容易唔見錢，所以喺呢個年份入邊咧，我哋盡量唔好放太多現金喺身邊，最好買一啲嘅實物，但係唔好炒賣喎。要保住平安，我哋帶一個猴形，再加個龍形嘅飾物，咁就自然可以順遂啲㗎啦。